2026年2月16日宇宙嘅本質 EP7，我哋都係本源嘅碎片。我認為宇宙嘅本質就係包含一切，無論係佛陀、耶穌、所有宗教嘅神，定係每一個平凡嘅人，其實都係同一個宇宙本源嘅一部分。宇宙本源之所以會擴散成無數碎片，化身成你同我，就係為咗去體驗佢自身無法單獨感受嘅一切，有限、失去、愛不愛、快樂、痛苦、掙扎、釋懷，所有人世間會經歷嘅情緒同境遇，都係本源想要親身經歷嘅體驗。所以從宇宙本質論嚟講，人嘅價值從來唔係物質同名利，而係你呢一生嘅經歷本身。你嘅人生夠唔夠精彩，每一個當下有冇用心活過，先係真正嘅價值。因為你經歷嘅每一個片刻，都係宇宙本源最想要嘅體驗。至於大家所講嘅神、佛陀、耶穌，佢哋只不過係睇透咗呢個宇宙真相嘅人，佢哋明白創造嘅真諦，睇清宇宙嘅核心係愛，明白所有生命其實都係同一個自己。佢哋唔單止看透，更將真理活現出嚟，所以先被世人尊稱為神。本質上佢哋同我哋完全一樣，都係有宇宙本源分裂出嚟嘅靈魂碎片。以下呢番話可能會顛覆你嘅三觀。站喺宇宙視角，呢個世界發生嘅所有事，其實無好壞、無對錯，一切都只係體驗同經歷。你可以係殺人犯、風化犯、警察、消防員、清潔工、乞衣、國王，呢啲身份同標籤根本一點都不重要，重要嘅永遠係經歷本身。乞衣體驗匱乏之中嘅靈魂人性，善人體驗連結帶來嘅溫暖，惡人體驗極致嘅分離與孤獨。喺宇宙本源眼入面，所有體驗都無高低之分，每一種感受都同等重要。但有一點必須講清楚，呢絕對唔係你傷害他人嘅理由。我哋身處物質世界，就有物質世界嘅因果法則。你做過嘅每一件事，最終都會以相應嘅情緒後果返到你身上。傷害別人之後嘅內疚、焦慮、恐懼，都係必然嘅回響。從宇宙層面講，傷害另一個人就等同傷害自己，因為你傷害嘅只係另一個宇宙本源嘅碎片，即係自殘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我哋大部分嘅執着、痛苦、唔開心，其實都源於一個原因：太投入呢個人世角色，忘記咗自己真正嘅身份。你唔只係你呢個身體、呢個身份、呢段經歷，你永遠都係宇宙本源本身。